點樣做一個好嘅領導呢？好多人有唔同嘅講法，而好嘅領導對於我嚟講，唔係淨係帶隊完成任務，而係讓每一個同事都可以揾到自己嘅價值。你唔需要乜都識，但係你要識得欣賞唔同嘅強項，俾人有足夠嘅空間，亦都俾人方向。唔好急住解決每一個問題，而係要培養團隊有解決問題嘅能力。領導者嘅責任唔係乜嘢事都要插手，而係當團隊喺你離開之後，依然可以好穩定咁樣運作。真正嘅領導呢，唔係靠把聲大，靠嘅係信任啦、判斷、格局，同埋一份願意為每一個人喺背後撐住佢哋腰嘅一個肩膀